主后2023年9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戒之在德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恁中间的斗争甲争执对叨位来？检视对恁一体中间不时地争执甲斗争的欲望来。恁想要得到得袂到，就要杀人；恁欲望满满，毋过袂当满足，就争执斗争。恁得袂到所爱的，因为无对上帝求；恁祈求，毋过得袂到，因为恁的动机毋好。所求的是单单要满足家己的快乐。恁遮个毋信的人啊，敢毋知甲世间做朋友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。圣经讲，上帝深深意爱伊藏伫咱内面的神。恁想圣经所写即句话无意思是无？不过，上帝赐咱的恩典搁较大，因为安尼圣经有讲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施恩互谦卑的人。所以，恁着顺服上帝，反抗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走离开恁。着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会亲近恁。做人啊，着洗清恁的手；无定性的人啊，着洁净恁的心。着悲伤、哀痛、啼哭，着互恁的快乐变做悲哀，欢喜变做忧愁。着伫主的面前谦卑，伊就会甲恁高升。孔子捌讲，君子有三件事爱警戒：少年的时，血气无成熟，爱戒女色；壮年的时，血气正旺盛，爱戒争斗；年老的时，血气已经衰弱，爱戒贪婪。实际上，贪婪伫人生任何时期拢会产生，人着戒心面对。今仔日的经文焦点落伫戒除贪欲，搁爱有谦卑顺服的心。当当时，信徒之间有严重纷争，雅各书作者点出，冲突是人的贪欲所造成。当人放纵欲望过头伫家己所用得也是需要的，就会有混乱和逐种邪恶行为。当人互贪欲驱使，表现出来的行为，就是争夺、掠取、侵害别人权益。若是强取超过所用得也是需要的行为，就显出人贪图物质，搁较大过一切，并无满足伫上帝的赏赐。安尼过分看重物质的人，伊安怎求也得袂到，因为伊所求只是要挥毫伫车花中间，上帝就袂搁再赏赐。教会团体是照着上帝的疼和彼此分享疼来连结的信仰团体。上帝就是疼，无疼的所在就看袂到上帝。当人看重物质欲望赢过彼此的关系，就失去疼，往往因为安尼产生怨恨、嫉妒、争吵和纠纷。雅各书的作者直指，贪婪的人就算求也无路用，因为出自私欲的动机，只想要抢夺，毋顾别人。上帝袂搁再赏赐什么。保罗也讲，贪婪的人
贪婪是一种拜偶像、基督甲上帝国绝对无缘的份。过头偏执伫物欲的人，伊关心和形式的考虑，拢是用个人利益做导向，完全忽略别人的需要。上帝所赐的恩典是更较丰富的，人必须伫信靠上帝和追求名利之间做抉择。伫咱的社会中，不时听闻人因为贪婪受诱惑、操纵的丑闻，对政治、社会、家庭到人体层面拢是安尼。譬如，真个县市一再传出民意代表用人头诈领助理费，还是扣乞助理费，互判刑。无分朝野政党拢有安尼的现象。即种情况一件过一件，却有议员认为这是历史共业，甚至呼吁修法除罪化。即种做法实在互人真袂认同。贪官污吏、谋财害命、争夺家产的事，拢因为贪婪而起。犯案者毋简单断送美好前程，还着爱为所犯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，常时背负恶名，真是得不偿失。这个纷争和乱象，差不多拢是因为人对名利权位的欲望所导致。咱应该引以为鉴。身为主的门徒，咱爱用圣经的教导做依循，要互贪得无厌的心思意念捆绑，以免互罪恶缠身。伫这世界，咱确实需要钱财来维持生活，毋过搁较需要节制欲望，以免心思互贪婪占满，偏向恶行，容不下上帝甲别人。默想，贪婪是因为对上帝的信心无够，对上帝的赏赐未满足，直到偏行己意。贪婪是因为对上帝的信心无够，对上帝的赏赐未满足，直到偏行家己的意思。咱来祈祷，赏赐大恩典的上帝，我愿意用你的赏赐做满足，无贪恋外在之物而妄求。求你帮助我欢喜分享你的恩典。谦卑顺从你的带领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